抢救红心庙行动人员摕着大型批录仔，内面是向市府表达5000外字的诉求。市定古迹红心庙后壁要起5层楼高的民宿，不过庙体唔但无地基，起落去恐惊会有放弃的风险，也佫有可能影响整体外观。那栋大楼盖起来之后呢，它就把后面遮一半。那后面这一半呢，这个在风水上来说叫做壁刀煞。两岸的那些官员都是会先进封神庙这边朝拜，因为要过黑水沟是很困难的嘛，所以先来这边谢雪封神。它不能够遮蔽古迹的外貌啊，遮盖古迹的外貌啊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啊。那这是一个禁令，它是不能够违反的。那文资审查应该秉持的这个原则来审查这一个建案。红心庙不只有完整的历史价值，连庙后的空地更是民间信仰当中的地理风水甲科仪功能，因此要求市府要依照文字法来审查建案。对此，文化局回应已经跟地主协调，7月份重新设计该建案。所以从原来的规划，从5层楼已经现在下降到3层楼这样子的一个规模。那基础的挖掘深度呢，也缩小到1.5公尺以内。那地主也愿意再由庙方后面的背墙呢，再退缩更多的一个空地。另外，针对着文字法第34条，古迹周边未当有砸着外观的建筑，文化局考量到都市正在开发当中，现时无法度避免，将法函请文化部文字局来解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